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 Wong from KSK Team Vancouver， 歡迎大家再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今日呢，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案例。我一個 uncle auntie 喺香港退休回流翻嚟溫哥華，咁佢哋呢，就有一個大概400萬左右嘅資金，咁想喺房地產方面投資啦，同埋運用。咁但係呢，一般正常嚟講，好多人就會話咁我喺西區買間獨立屋啊，有 Laneway House 啊 ，basement 出租啊，咁樣咪得咯。咁其實仲有其他方案嘅。咁今日我就大家一齊去探討一下有咩方案。咁我為 Uncle Auntie 第一個準備嘅物業呢，就係位於 Olympia Village 嘅2房2廁單位啦。入到嚟啦，有一個中央 Island 嘅煮食爐啦。mini 嘅圓空抽油煙機、紅酒櫃、入牆式雪櫃、蒸爐、焗爐等等嘅。不得不提到入到嚟主人房洗手間咧，佢係雙星盤嘅設計嘅。咁同埋由於老人家嘅關係咧，佢哋行出行入浴缸係比較唔方便嘅。咁所以佢哋其中嘅要求咧，就係需要有一個企缸同浴缸嘅。咁呢個單位咧就咁啱恰到好處啦。其中一個細嘅房間啦，咁係一個趟門嘅設計。呢個位置咧，佢哋可以長期打開，擺一個茶几啊、茶座咁樣樣，咁令到個客廳空間感更加寬闊嘅。呢個 properties 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咧，佢用一個好靚嘅戶外陽台，咁仲有 heating 嘅，咁就譬如佢啲小朋友啊、仔女啊同埋孫過到嚟咧，除咗可以食飯之外咧，仲可以坐下飲下茶、傾下偈，共享天倫之樂。咁如果大家有其他疑問，咁歡迎喺以下留言 like 同 share 啦，拜拜。